剛剛公布，社保基金扎堆買進這4個黃金股，到時剛剛啟動2025年3月31日這幾年，黃金資產都被主流機構買進了，黃金被央行買進，黃金股被社保買進啦。剛剛公布的數據看，有4家黃金股被社保重倉買進。剛剛我計算了下，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，黃金漲1%，這些公司的收入都會明顯增長。如果金價保持高位，其他股都可能業績暴雷，但是這些股票業績都會的大幅增長，難怪社保扎堆呢。更重要的是，黃金漲了這麼多，黃金股都還在低位，都剛剛啟動。第一家山東黃金社保基金112組合剛剛加倉到2759萬股，社保基金115組合剛剛買進了2280萬股。2024年公司保有黃金資源量2058.46噸。剛剛公布，社保基金扎堆買進這4個黃金股，到時剛剛啟動2025年3月31日16點26分。鵬哥投言這幾年黃金資產都被主流機構買進了，黃金被央行買進，黃金股被社保買進啦。剛剛公布的數據看，有4家黃金股被社保重倉買進。剛剛我計算了下，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，黃金漲1%，這些公司的收入都會明顯增長。如果金價保持高位，其他股都可能業績暴雷，但是這些股票業績都會的大幅增長，難怪社保扎堆呢。更重要的是，黃金漲了這麼多，黃金股都還在低位，都剛剛啟動。第一家山東黃金社保基金112組合剛剛加倉到2759萬股，社保基金115組合剛剛買進了2280萬股。2024年公司保有黃金資源量2058.46噸。第二家中金黃金社保基金414組合剛剛買進了3114萬股，直接買成第9大股東。公司保有資源儲量金屬量891.7噸，僅黃金價格上漲1%。公司整體營業收入將增長0.237，除以175.12，約等於0.14%。第三家山金國際社保基金112組合重倉了2649萬股，社保基金110組合剛剛買進了2047萬股。第四家赤峰黃金社保基金118組合重倉了7730萬股，社保基金110組合剛剛買進了1490萬股，社保基金117組合買進了1250萬股。